砍菜那個時候不曉得拿出來解凍，來一個又才先砍一個，啊，這邊洞了是光的，一砍就砍到這裡來了，這裡是傷，流起血，箍住也要砍住，這裡有一條，基本上都癒合了，看不清楚。我現在找到方法鬆了，哎，那個時候真的吃得起啞巴虧。開始做的時候很艱苦，很艱苦，真的很艱苦。有一晚上，天白天賣了幾十塊錢，一晚上就是賣了一個炒粉，就是一夜。早上還要賣早餐，中午還要賣中餐，晚上還要賣夜飯，還要做快餐飯。那開始做店的時候，那個眼睛都哭乾了，眼淚水都流乾了。客人呢一看他就嘴巴一憋起都走了。他說：“哪個吃那個喲？好醜哦！”他說都走了。就是人家一走了你就哭啊，沒有人來吃，也要開房租費啊。那個時候娃娃又沒大，又要讀書要錢啊，硬着走了去彎路。